中华民国要怎么经营呢？谢谢。什么？中华民国要怎么经营呢？你刚才说要一起经营中华民国。我们还有行程哦。经营中华民国就是说啊，让中华民国经济啊，大家这个能够呢走向全世界，能够把中华民国当作是一个有效率的一个就是说政治要让经济服务，全民都在发展经济，让变成是一个就像新加坡一样，就像这个韩国一样变成一个台湾 Inc， 这是我的概念。谢谢。我永远不回来。我今天告诉你，我绝对不会再回来，而且我绝对不再干涉。我要以中华民国的利益为第一优先。我现在已经纯粹是一个鸿海的董事而已，纯粹是个投资人我把董事长的棒子交出去了这个从现在起我这边变成是一个客人总裁，你的总裁的头衔未来还会保留着吗？不会，我是希望用总统的头衔比较好。我想请问一下，我们 TVBS 韵文想问一下，说你一个告别的股东会，可是会后之后这个股价是下跌了，好像没有欢送你的表现。我觉得那表示我讲大家对于这个台湾的经济前景还不是看好。我想等到这个再忍耐几个月等到我把台湾的经济的问题，经济的障碍的问题，就政治的障碍问题解决，我想经济就会变好。再等一等。董事长，请问一下您会不会顺应这个 Apple 将这个 iPhone 的生产线转移出中国，来避免中美贸易战争出现？我告诉各位，我已经不再管鸿海的事情，你就问他们的同事好不好？我现在从这一刻起，我也没有身份，也没有立场，更没有资格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站在中华民国的立场来讲，我想我会呼吁苹果到台湾来，我觉得这是很有可能的。我永远不回来。I'm pure investor. OK， 我就说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所有同仁，他们具备有足够独立的能力来 run 这个 business。OK， 所以我讲这些东西，所以外资已经经过考验了。我今天告诉你，我绝对不会再回来，而且我绝对不再干涉。我要以中华民国的利益为第一优先。只有中华民国好，那鸿海有机会，这个顺着中华民国经济在翻转的过程中，